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第12章1到19節。嗱，呢段聖經咧內容十分豐富嘅，我哋可以從呢一段學習禱告嘅功課。第一，大家睇一睇第5節。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裏，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神。禱告功課嘅第一課咧就係切切嘅禱告。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啲人，第一個殉道嘅使徒就係雅各。由於事情發生得太快，教會冇可能冇機會禱告。但當希律第二個對付嘅目標係彼得，而當時正啱係除酵節嘅日子，希律一時唔能夠下手，就將彼得收監，教會先至有時間為彼得禱告。由於死咗雅各，跟住第二個要處死嘅有可能就係彼得啦。所以教會嘅祈禱係切切嘅，意思係極其嘅迫切，唔係話講兩句說話阿門咁就結束啦，而係持續而且懇切嘅祈禱。呢種嘅禱告係大有功效嘅，神就差遣天使將彼得救咗出嚟。第二個嘅禱告功課咧，就係要我哋相信我哋嘅祈禱係會蒙應允嘅，係有果效嘅。教會為彼得祈禱，但當彼得出現喺門口，佢哋竟然唔相信，仲話應門嘅係嗰個侍女羅大咧係癲咗。佢哋嘅祈禱係切切，因為有危機感，但竟然唔相信祈禱有結果。大家祈完禱之後，要存一個期待嘅心，相信禱告係會帶嚟結果嘅。今日我哋時常為未信主嘅親友禱告，希望佢哋信主，但同時我哋又會話某某親友冇可能會信噶。由於話冇可能，我哋就唔會主動去請牧師或者自己去傳福音，或者唔好或者話咧唔好逼佢啦，唔好勉強佢去聽福音啦。有咁嘅諗法咧，我哋就唔敢咧去作見證噶啦。我哋一定要克服自己內心嗰種不信嘅心態。每逢我哋為某個人、某件事祈禱，要相信神已經聽咗禱告，並且神有所行動，要等候有結果嘅出現。跟住我哋要問另一個問題：點解神救咗彼得，卻係冇救到雅各呢？呢個問題可以調轉另一個問法，就係點解神接咗雅各去天家享福，而留低彼得喺地上受苦呢？我哋唔知道答案。彼得、雅各、約翰都係耶穌最親近嘅門徒。約翰同雅各兩兄弟曾經希望坐喺耶穌嘅左邊右邊，而家雅各殉道啦，真係可以喺耶穌嘅身邊啦。不過有一樣嘢我哋好清楚，就係主耶穌係愛雅各同埋彼得，而呢個愛唔係由話喺在世活得幾耐嚟決定嘅。大家睇下第17節，彼得話要將佢出監呢件事話俾雅各知。咁呢度嗰個雅各咧就係其實係耶穌嘅細佬，而殉道嗰個咧就係耶穌嘅門徒啊。咁咧呢個耶穌嘅細佬雅各咧後來就成為教會嘅領袖啦。第12節提到有一個叫馬可嘅約翰，呢個就係馬可福音嘅作者，跟第2節嗰個約翰呢係兩個人嚟噶。呢一章所講嘅希律王呢，就係安提帕一世，係大希律嘅孫。大希律就係喺耶穌出世嗰陣時嗰個希律王，佢咧後尾起咗又起聖殿啦，亦都係屠殺咗伯利恆2歲以下嘅細蚊仔嘅。佢個仔叫做希律安提帕，就係殺咗施洗約翰嗰個。而一章嘅希律咧就係安提帕一世，呢個人係親法利賽教派嘅，好熱心討好猶太人，所以殺咗雅各之後咧，佢見猶太人喜歡啦，捉埋彼得。最後咧，我哋講下天使，大家睇第15節啦。教會啲人話羅大見到嘅一個係彼得嘅天使，猶太人相信每一個人都有守護天使嘅，而且個樣跟人相似嘅，即係話彼得嘅守護天使個樣咧係跟彼得相似。聖經咧冇咁樣講，冇呢方面嘅教導。但天使服侍人
保護人啊、救護人呢，佢係天真萬確嘅事。好，我哋祈禱，神啊，我要學習切切嘅禱告，並且相信會有果效。求主伸出你嘅手工作，成就我哋祈禱嘅事。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